这次押送有利地的遗物进京，吴应奇并没有派兵大张旗鼓押运，而是让手下的兵士全部都假扮成镖师，押镖进京。你看见了吗？那人叫石青红，是吴三桂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副将之一。我记住了。不过我们跟踪车队这几天，吴应奇一直躲在车上不肯露面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在平西王府的内线是亲眼看着他护队出发的。只不过传闻，这个吴二公子一向深居简出，性情内向。这快下雨了，一会儿他们想必也要躲雨。前面有一处凉亭，不如我们先去守株待兔，看看这个吴应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。走。二公子，前面有座亭子，咱们到前面避避雨，休息休息。没想到吴三桂这个大汉奸的儿子，居然长得一表人才。二位，赶快离开这里！我家二公子要在这里休息片刻。哼，这位镖头，这亭子又不是你们的私有之物，更何况是我们兄妹先到，你们后来，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哎，石镖头，不得无礼。既然大家都在一个亭子里避雨，那么大家都是有缘人。这个亭子这么大，我们各站一边就好了。这位兄台，麻烦你也把剑收一下吧。石镖头言语莽撞，我替他向二位赔个不是。二公子，请。原来这吴二公子是个儒雅书生，那就容易对付了。
小心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姑娘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快起来！我儿媳妇回娘家探亲，路上不小心动了胎气，现在天上又下着雨，前面5里地就是接生婆王婆婆家，你能不能把马车借我用用？那马车不是我的，是这位公子的。您帮帮忙吧！石镖头，要不然把马车给他们，让他们去找接生婆吧。不行，万一这女子要是在半路生产，岂不是弄脏公子的车？石镖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区一辆马车算什么？快去吧。不行，出门的时候老爷吩咐过我，要我务必保证您的安全。可是眼下这2位一看就知道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中人，我不能离开公子半步。石镖头，他们2人一看就是面善之人，况且和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，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万一这娘子要是真在您的车上生产，您可就沾了血光之灾，惹来一世的晦气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我求求你了！你快起来！公子，求求你了！这位镖头，我和我妹妹都是猎户出身，我妹妹的脸只是小时候不慎被熊瞎子给抓伤了，所以才不得已戴着面纱。可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，不然这样吧，我同你一起送着婆媳去找接生婆，只留下我妹妹和你家公子在这庭中，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这个办法好。石镖头，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去吧。也好，二公子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好在押送镖车的伙计们随后就到，要是真出什么意外，记得及时发送求援信号。好了，赶紧去吧。哎呀，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的大恩大德。来，快起来。我老太婆无以为报，只有以后多为你烧香祈福了。来，这个您拿着，路上有。谢谢。你跟我走，慢点。剩下的兄弟们留心点。慢点啊！多谢公子。姑娘，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，伞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姑娘，请。不知你们兄妹2人是要赶往何处？我们兄妹2人准备前往京城投亲，只是这一路上路途遥远，盗匪众多，不知能否平安到达。不瞒姑娘，我这一车货物啊，也是赶往京城。若你们兄妹2人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路同行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在下吴应奇，
家住昆明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姓叶，双名倩影。叶倩影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来，昨日在雨中，多亏吴公子侠义相助，否则那婆媳二人性命难保。我们兄妹且待那婆媳二人敬吴公子一杯。不必客气，在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哎，石镖头，不如跟我们陪饮一杯。走镖途中，我从不饮酒，不过二公子倒可以开怀畅饮，恕在下难以奉陪。真是尽忠职守啊！待回到家中，我一定替你多多尽美言。多谢二公子。二公子，我兄妹二人再敬你一杯，多谢二公子容留我们一同进京。倩影姑娘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我们昨日不是共同在雨中救助那产妇吗？还一同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，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！来，干！来，几位客官，赏点钱吧。给。谢谢客官。几位客官，小女子卖艺不易，赏点钱吧。拿去吧。谢谢这位大爷，谢谢这位大爷。爷，等会儿，爷给你这么多钱，是让你陪爷喝酒的。来，陪爷喝一个。我不会喝酒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来，喝一个啊！公子爷，喝吧啊！使不得呀！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，我这孙女啊，我们就是卖艺，不陪酒啊，把钱还给人家。赏的银两我们无福受用，您收回吧。我呸！本大爷打的赏，能往回收吗？你个瞎老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但让你的孙女陪酒，晚上我还让她陪我过夜呢。使不得呀！去你的！过来过来，你管他干什么你？过来吧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这位姑娘，别看蒙着面，仔细一看还挺水灵的嘛！啊，不错不错，正好他还没。石镖头，注意分寸。那不如这样吧，卑职明白。你替他陪大爷玩玩。留着干什么？给我杀！杀！快走！老人家，快起来！那些坏人都已经走了。哎呀，这把琴呢，跟了我50年了，没想到今天毁于一旦了。老人家，您将古琴给我看看，说不定我能修好。公子爷，你会修琴？实不相瞒，在下自幼学琴，所以对于修琴也略懂一些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有劳您了。
老人家，这琴已经修好了。公子不光琴艺高超，修琴的技艺也了得呀！太感谢您了。不敢当，前辈您过奖了。师姐，一会儿行动的时候，我去对付石青红和他的手下。吴应奇看起来好像不会武功，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对。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我们制服了吴应奇，逼他交出永历帝的遗物，就一定能找到1号金钥匙了。然后呢？杀了他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他虽然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却也是个心地善良的谦谦君子啊。吴应奇必须死，他死了，1号金钥匙也不见了，吴三桂和朝廷之间必定会相互猜疑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太不择手段了？师姐，不要忘了我们的大业。要做大事，就不能有妇人之仁。都给我精神着点，提高警惕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仔细着点。哎。是不是？师姐，情况有变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另外一帮人也在暗中行动。他们已经在后院里跟护镖的侍卫们打起来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不过他们和我们的目的不同。他们好像只是要劫镖。吴应奇的车队里，除了永历帝的遗物，还有很多送给京城权贵的礼物和云南特产，都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他们就应该是普通的江湖劫匪。如果他们只是劫财，那咱们可以不管。可就怕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永历帝的遗物也劫走了。是啊，眼下的情况，只能我们先出手帮他们推敌。好，你先去那边，我在这边想办法弄醒吴应奇，让他说出永历帝的遗物在哪个车上。好。倩影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吴公子，有一帮盗贼正在劫镖，我哥哥已经去协助拾镖头了。我看你在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担心你有什么意外，所以就赶过来看一下。劫匪人多势众，怕是不能保全所有的财物。不知你那几车货里有什么是需要我们重点保护的？有一车货，万万不能有所闪失。我的头好痛，
吴公子，那帮劫匪不仅劫财，还要放火烧了这客栈，我先扶你逃出去吧。好，来。住手！住手！诸位好汉，你们不过是为了求财，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这几车货物装的全都是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你们尽可以带走。不过我这最后一车货物装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却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带走，把这箱给我留下，如何？长江，二公子，让他们走。钱财不过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杀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等等！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三更半夜，荒山野岭的，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，我担心你。姑娘，你本是行侠仗义的江湖儿女，武功高强，勇敢善良，可是内心却不该如此的脆弱。况且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，就郁郁寡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就用我这手帕稍微遮一下吧。多谢公子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多谢公子温言开解，只是你不明白，我最在意的并不是这脸上的伤痕，而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其实你真正的伤痕源自你的心里。姑娘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不妨对我直言相告，我愿与你一同分担。我这脸上的伤，是9岁那年落下的。那天，我妹妹缠着我，非要我陪她到山上玩。快跑！快跑！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你的爹爹没有先救你，而是救你的妹妹。这说明在你爹爹心中爱你妹妹比较多，这不公平。
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而是我爹爹收养的。那我就更能理解你了。你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都没有选择独自逃脱，而是回去救你的妹妹。这足见你的勇气，也足以见得你多么爱你的妹妹，哪怕她不是你爹娘亲生的。你所耿耿于怀的，不是你脸上的伤疤，而是你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在你爹爹心中，你妹妹的位置竟然比你这个亲生女儿还重要。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谢谢吴公子，这么理解我，让我说出了藏在心中这么多年的心事。其实，我平时就不敢想，一想我就会恨自己。你居然会嫉妒你妹妹，你不是应该为妹妹的平安而感到高兴吗？你为什么要如此的心胸狭隘？这不是心胸狭隘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除了圣人，每一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都会感到难过，感到悲伤。我也一样。谢谢公子理解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其实，我爹爹是一代名医，他有个秘方，能配出冰肌血肤膏，治好我脸上的疤痕。只可惜，那些药材太过于珍贵难得，所以才一直没有配出来。都需要哪些药材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公子能找到那些珍稀的药材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平西王府的2公子。哎，我们平西王府的药库啊，比之皇宫里的药库也相差无几。原来，公子是平西王府的小王爷啊！公子身份显贵，我只是跟着兄长浪迹江湖的贱民，和公子地位悬殊，还妄想和您做朋友，实在是高攀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难道忘了，我们昨日在雨中一起营救产妇，而今晚又一起抵御劫匪，共历生死，这是何等的情谊啊！你如果再提什么身份贵贱，那岂不是俗气了吗？想不到，小王爷也是性情中人。倩影姑娘，你如果真的拿我当朋友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么小王爷了。何况我也是庶出，也没有资格继承我父王的爵位。我看干脆啊，以后我们就直呼其名，好不好？那以后我就称你2公子。哎呀，快点！石镖头，2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刚才腿受伤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你们。叶少侠也找你们去了。我没什么事，刚才不过是陪倩影姑娘在外面散了散心。啊，今天多亏倩影姑娘和叶少侠相助，不然我这一车祸怕是保不住了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我们既然有缘同行，就是朋友，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。不知那车货装的是什么，竟然比那些财宝还珍贵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出于好奇，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当我没问。嗨，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车货物啊，是我奉旨押送的前明永历帝遗物。2公子，石镖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再遮遮掩掩的话，那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？本来啊，我父王打算派200精兵护送我前往的，但是我嫌因此
会惊扰沿途的百姓，所以便伪装成运镖的，低调行事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碰到了劫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贸然前行了。就快进入山西境内了，我也只能派人通知山西总兵书记，让他派人护送我进京。公子体恤百姓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不过，就算是今晚出了意外，刚才那些劫匪也只是看中了财物，如今剩下这一车，在常人眼里看来，并不值钱的东西反而安全了，又何必再惊动当地的官府呢？千影姑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这车货虽然不值钱，但毕竟是朝廷下的明旨所要，就一定有它特殊的用意。万一再出了意外，不仅卑职性命难保，只怕还会连累到公子，甚至王爷。所以，万万不可再大意，还是尽快通知舒总兵前来护送的好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帮劫匪个个武功高强，不像是乌合之众，倒和我们一样，像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我虽然之前练功走火入魔受了内伤，但对付几个劫匪不应该如此吃力，而且他们的身份很是蹊跷。但他们却只是劫财，对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却一无所知。石青红已经连夜派人去通知山西总兵书记，恐怕过不了几日，就会有大批的人马前来护送。到时候，你我再想下手，恐怕就难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下手为强，趁着天色还没亮，石青红又受了伤，杀了吴应奇，拿到金钥匙，这样就可以挑起朝廷和吴三桂的内斗。这，叶师弟，你这内伤还没好，而我也不想滥杀无辜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一个办法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这吴应奇是个文弱书生，毫无江湖经验。今夜我们帮他击退劫匪，他已把你我当成朋友。我想进去接近他，从他口中套出金钥匙的消息，悄无声息地把金钥匙拿走。这样也好。只要我们拿到了1号金钥匙，朝廷一定会以为吴三桂故意隐匿不交。如果朝廷能把吴应奇留在京城，甚至再杀了他，那比我们暗杀他的效果要好上很多。不过，吴应奇虽然看起来是个文弱书生，恐怕很难对付。你有把握套出他的话吗？我试试。刚才我看你逃走，吴应奇居然不顾一切、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。看来他很在意你啊。哎呀，叶师弟，你别乱猜。以他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意像我这样的女子啊？师姐，我知道你平时有些自卑，所以沉默寡言，也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师兄弟亲近。其实你脸上只是有一点小伤，其他都无可挑剔。在我们大家心中，你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姑娘。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很有好感，你何不就此机会，兵不血刃地拿到金钥匙呢？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就郁郁寡欢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。谁？是我，吴应奇。倩影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哦，请进来坐。啊，我就不进去坐了，以免被好事之徒看到，有碍姑娘清誉。哎，对了，我看昨日你的行李被劫匪烧毁了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衣衫服饰，不知姑娘可否喜欢？
多谢公子。那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说来也惭愧，许久不骑马了，蹭破一点皮儿，不碍事的。啊，那明天你乘车，我骑马吧。那怎么行？姑娘的肌肤肯定比我的更娇嫩，哪有让姑娘骑马的道理啊？那明天我们一起乘车。公子的腿伤，等好了之后再骑马也不迟啊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我是朋友，如果再在乎那些身份贵贱，就未免太俗气了。那同理，只要我们心无邪念，又何必在乎男女之别和他人的口舌呢？姑娘倒真是洒脱，倒是我太拘泥于礼法了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告辞了。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费心了。那你为何不穿呢？这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，我舍不得。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停！二公子，什么吩咐？找一个幽静之地，让我们避避暑。等热浪过去之后，我们再走。卑职遵命。瞧，撤！我快输了。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连棋也下得这么好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可在乡邻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，他们都很热心，经常会教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还是武功技艺，我们都略会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在这改朝换代之际，总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禄的前朝高人，宁可隐居山林，传道授业。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，又兼济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，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？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，似乎能听得出来，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。公子，你这话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确，
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却可以放下一切，畅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，一时兴起，献丑了。这首《凤求凰》，我不知弹了多少遍，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。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，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石将军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。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。不过在下是个粗人，戎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叶少侠，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此曲名为《凤求凰》，乃司马相如所作。相传，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，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吗？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学多闻。石将军说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，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，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叶师弟呢？哦，他有点事耽搁了，要晚点才到。这就是那1号金钥匙。这是我从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当中找到的。只有义父才能辨别这把金钥匙的真假。但义父回明珠谷清查内奸去了，下月才会回京城和我碰头。这把金钥匙先交给我保管。就在我得手的第2天，吴应奇就将永历帝的遗物交给书剑保管了。那书剑直接当着我们的面，找出那把金钥匙，挂在自己颈上，贴身保管。只怕书剑做梦也想不到，他拼死保护的这把金钥匙，居然是一把假钥匙。遇到劫匪的时候，你们也在这，可有发现什么线索？那帮劫匪很有可能是吴三桂派来的。在出事的头1天晚上，吴三桂派人悄悄找到了吴应奇。父王命你连夜快马赶来，有何急事？王爷问二公子在永历帝的遗物中可否见过一把金钥匙？有。卑职奉王爷之命，请二公子立刻将金钥匙交给卑职，用这把假的金钥匙调包。太迟了，
我所押运的东西，在昨日已经全部交由山西总兵舒剑。那舒剑一见面，二话没说就当着我们面，直接把这把金钥匙找出来，贴身收藏。据说他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亲自护送这把金钥匙进京，面呈皇上。坏了，没想到我一直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还是晚了一步。朝廷为何会如此看重这把金钥匙？一开始父王也并不看重，可为何又突然派你索回？卑职也只是奉命行事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。二公子若有疑问，待回到滇都之后，亲自问王爷吧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来之前，王爷已经做好了各种打算，要卑职无论如何把金钥匙带回去。事到如今，卑职只能假扮盗贼，强行抢回金钥匙。到时候，还请二公子和石将军多多配合。谁？紧接着第二天，舒剑就遇刺了。石青红率着手下假作抵抗，我和叶师弟自然也不会真的出力。舒剑虽然是个好将领，精通兵法，却武功平平，而吴三桂派来的一帮杀手们，个个武功高强，不一会儿就将舒剑带的200精兵杀得七零八落。看来，吴三桂已经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，否则不会派人连夜追回。只可惜他万万料想不到，我们赶在舒剑之前就已经调包了金钥匙。他们不惜劫杀朝廷命官，担了天大的干系，却只找回一把假钥匙。这倒是个好机会。康熙跟吴三桂本来就彼此猜忌，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激化他们的矛盾。那舒剑伤势如何？他一直昏迷不醒，但还强撑着一口气。千万要留心舒剑伤势的变化，同时留心舒婉心是否出现。如果有意外的话，马上联系我们，千万不能让康熙提前得到消息。我明白。原本你拿到金钥匙，我和叶师弟就准备趁着给舒剑寻找良药的机会不辞而别。可如今出了舒婉心这个变故，我们也只能再回到吴应奇的身边了。辛苦你和叶师弟了，我们这边就不如你们那边顺利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了铜匣，又被人调了包。关于明珠谷的内奸，我和叶师弟也想了很久，却不知该怀疑谁。以后大家行事要更加谨慎，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，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消息。好，我明白。大师兄，我该赶回去和叶师弟会合，再一起返回吴应奇的身边了，以免石青红起疑心。樊师妹，叶师弟为什么不来见我？他究竟去了哪里？我也不知，问他，他也没说。二公子，这钦差大人迟迟不来，难道咱们就一直在这傻等吗？时常有人在皇上面前进谗，说我们平西王府的人居功自傲，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眼下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皇上又特命钦差来此查案，我等自然应该恭敬些，以免落人口实才是。二公子，如此维护平西王府的声誉，若是让王爷知道了，一定会非常欣慰的。我只是在做我的分内之事，我父王知不知道，都不重要。所以说，王爷的这几个儿子里，就属二公子最为人厚。吴公子，钦差大人还没有来吗？应该快了吧。那我们兄妹二人可需要回避一下。那倒不必，二位都是我吴应奇的朋友，刻意回避当然不需要。但是如果二位不习惯接待朝廷要员的一些繁文缛节，当然也可便宜行事。待我事情处理完毕之后，再与二位一同上京。那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如我们就留在自己房里吧。也好，那就随姑娘的意。